Hello， 歡迎收睇成才研究所，我係 Aaron， 我係 Alex 啊，睇嚟我哋都係又要講翻關稅戰，走唔甩啦！關稅始終而家都係最熱門嘅一個話題，亦都影響住股市最多嘅一個話題啦。咁我哋講一講其實由呢2個禮拜啦，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事件彈出彈入啦。咁個國際貿易法院亦都嘗試過去拉停特朗普嘅對等關稅，但係隔晚咧又俾上訴法院去剎停咗。咁亦都中美啦，原本日內亞嗰度諗住已經傾好啦 ，friend 翻啦，但係因為可能有啲稀土嘅問題啊、時間上面嘅問題、預期嘅問題，咁又令到上個禮拜6，即係5月30號嘅時候咧，特朗普又對中國發表一啲比較惡意嘅言論啦。好多彈出彈入。中美方面咧，其實依家偏向咧都係想去傾嘅，咁但係可能大家去討價還價嘅過程，梗係有一啲波動喺度嘅。咁歐盟反而咧就同美國傾得唔算太順利，見到雖然依家暫時特朗普就將佢50% 額外嗰個關稅就先delay 咗啦，delay 咗，咁但係佢哋嗰個關係暫時嚟講，其實反而好似冇中美咁，即係反而仲差過中美喎。呢邊佢哋仲傾緊，日本咧就嗰個談判就係比較順利嘅，喺咁多個地方嚟講。暫時就得英國一個係叫做傾好，即係傾得多少少啦，都未傾好晒嘅其實。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就話禮拜3之前，即係聽日之前咧，就要所有國家咧俾一個最佳嘅方案俾佢 ，best offer， 俾個最佳方案俾佢。俾完佢之後，佢再去定奪呢個合唔合理，佢接唔接受到咁樣，去加速呢個90日嘅談判。咁佢亦都講話呢90日嘅時間咧係唔打算再去延長㗎啦。OK， 好啊，OK 係，好啦，不如我哋講翻宏觀啦，講翻中國嗰方面。中國方面咧，其實會見到最近一啲宏觀嘅經濟數字其實唔係咁好嘅，尤其是就係 PMI 啦、財新同官方都唔算太好啦。咁亦都喺收縮區間啦。今朝嗰個直頭係48.7。咁就呢個反映到其實製造業方面咧，大家嗰個信心係比較低嘅，尤其是有一啲嘅客咧就將啲訂單可能掹咗去印度啊其他地方。咁你變咗剩低嗰啲廠喺度，咁佢可能未必個個執晒，咁有啲未執嘅，又未炒人嘅，咁我哋唯有就係做好多白牌、雜牌嘅產品出嚟，咁變咗成個價格就會捲低咗。咁你成個咁樣嘅氣氛底下，大家都唔係好咁投資，同埋即係令到國家要多啲政策去支持下啦。都係嘅。咁如果喺美國嗰方面，你覺得會唔會減息咧嚟緊？減息嘅話咧，都係因為關稅嘅原因咧。其實聯儲局都係對成個通脹比較觀望多少少。大家見到而家減息嗰個點陣圖咧，其實係去到9月、10月先至預期第一次減息。咁我諗其實如果90日嗰個唔再延長嘅話，其實好快有好多嘢已經係落實到落嚟，俾聯儲局可以有時間去可能早啲去判斷到呢個通脹嘅影響係有幾大啦。咁不如我哋講下打仗嗰度啊！而家又好似砰砰聲喎。係，呢個都係突然之間變到好惡劣，尤其是俄烏諗住打咗幾年啦，但係上個週末咧就有一個其實最大規模嘅無人機嘅。係咯，即係本來大家嘅預期都係終於都以為傾搞掂㗎啦，點知又再劇烈咗。咁就烏克蘭潛咗入去，跟住就將啲無人機潛咗入去4000公里去佢哋嗰個戰鬥機嘅軍事基地，就炸咗佢俄羅斯成40零部嗰啲戰機。咁呢個規模亦都係暫時嚟講最大嘅一次。咁如果係咁，會唔會大家都係時候入翻少少黃金呢？黃金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建議依家嘅策略係小注吸納，咁就唔會好似我哋啱啱出片咁樣。因為嗰陣時再偏低。嗰陣時嗰個幅度係誇張，2900到3500一兩個禮拜，但係依家咧偏向會喺3200到3500呢個區間做個上落，會偏強嘅喺呢個區間裡面。但係依家其實都去到3300尾呢個位㗎啦。咁依家如果去槓桿追啊，或者非常之進取買黃金，我就唔建議嘅。但係倉位裡面有部分嘅黃金咧，我係覺得係合理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喺港股嘅部署我哋應該點樣呢？港股方面咧，其實我偏向依家係neutral，偏向樂觀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似我一直都講啦，其實依家機構嘅倉位係唔高，大家都揾唔到一個好靚嘅位去買貨，所以你見到其實5月30號即係特朗普講完個惡性評論之後，其實大家都諗住禮拜一落嚟係會玩完大插嘅，點知跌完一個朝早，基本上晏晝就差唔多收翻晒嗰600幾點嘅跌幅，變翻跌100幾點就完咗。咁見到其實大家都喺度睺位買貨。港股嚟講嘅話咧，因為
嚟緊6月份咧都有一啲事件有機會會對港股非常之利好，例如係陸家嘴嗰個論壇啦。咁潘功勝有講過佢會出席啦。咁我自己去估計或者推斷，亦都有啲市場嘅傳聞咧，就係話可能會出一個叫做 Pledge Supplementary Lending（PSL）。咁呢一個咧其實喺2022年嘅11月都出過，咁嗰陣時係好誇張地2-3個月就升過7000點嘅。咁呢一個定點放水，又睇下佢定點落去邊一個行業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政治局會議，咁不嬲政治局會議都係喺6月份呢啲時間，但係佢又好神秘地唔講係幾時嘅。咁我大概估計都係6月中至6月尾呢啲時間。咁所以呢一個位咧喺港股咧，我建議係逢低買嘅一個策略為主嘅。咁有咩板塊我哋需要留意下咧？主要板塊咧，我會建議有4個，大家可以留意下。咁啊，第一個就係一定係金融股啦。啱啱講，譬如話有啲財政政策，有啲貨幣政策出爐嘅話咧，其實對即係首先會經過咗銀行先啦。咁內銀股啊、券商、金融股都係應該吸納嘅。咁今朝你都大家都見到係非常之犀利啦，佢哋個升幅。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旅遊啊、消費股。咁尤其是財政政策如果出爐嘅話咧，呢啲板塊一定係會係最受惠、最好炒嘅。咁第3個咧就會係一啲嘅生物醫藥股，咁尤其是係一啲嘅有新藥出嚟啊，或者有出海嘅計劃啊，呢一啲咁嘅公司其實比較唔受市場波動嘅影響，咁都係可以吸納。咁第4個就係始終科技板塊，雖然近排偏弱啦，咁但係都應該係有部分嘅倉位去包含住呢啲咁嘅公司。好啊，咁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下啦。今集嘅時間又係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